社会为主做见证，为主来征战，为主来传福音，为主来得到快乐。感谢主，互阮做伙学习，互阮做伙勉励，互阮做伙通伫你的面前领受这款世间所袂当得到的恩典。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次为咱三甲通过一个系列的圣经的探讨，真期待咱有缘会当家己有圣经节，咱会当家己有真好的进修，也包括咱有所读的这本册《征服人生》，咱会当对家己所读的物件有一个领受。安尼牧师所讲的，甲你家己所体会、所领受到的相结落去。我相信这会当增加咱兄弟姊妹伫这个圣经、伫这信息、伫甲咱生命生活有关系的部分，咱能够加深咱家己的印象，加深咱家己的这个修行哈。征服人生，咱今仔日咧分享第17篇，也是咱第3部分，起造人格，起造咱个人伫这个社会、伫咱的生活、伫咱的信仰内面，迄个人格的塑造咱今仔日是最后一篇。到最后，咱后壁剩4篇，咱要来讲拓展关系。咱今仔日的一个特别的主题是讲征服，应该是叫做大赦，还是讲足迄个急赦，还是讲急躁，就是人安尼心袂安定。心感觉讲安尼浮浮有啥物代志做袂好，伊直伫迄个所在，咱讲亲像无头苍蝇，是讲迄狗遐吼，伫迄热鼎内底安尼撞来撞去，撞来撞去，都心想要完成，都做袂好。这是咱生命伫咱人生生活，伫咱工作，伫咱的家庭中间一个袂当疏忽的一个心灵的操练，伫迄个人格会起造一个真要紧。咱常常捌听人讲，这个人是公众人物，伊的 EQ 真好，人无人甲口洗，无人甲骂，无人甲踢笑，伊感觉讲笑笑欢欢喜，因为伊的心足在定的就对，伊心有自信。有人拄到代志，因为无经验，所以人感觉讲，哎哟，这个代志毋知要安怎，紧张甲拢袂困切安尼。所以，当你若有起造这款人格，起造这款的性情，有真多的代志你会减少烦恼一半，因为你无为着也未来的代志，就紧张烦恼，未成功，就成咧想失败安尼。有一本册咧讲咱即马台湾拢是老化的社会，咱讲已经进入正式老年的社会咱拢会。足侪人咧甲咱讲，恁老的时阵，都爱安怎准备，会拄着什么代志。所以有一本册伊就写安尼是讲你有准备无毋对，毋通烦恼啦。伊讲到来年后会发生的代志10件9件袂发生啦。毋过你有心理准备，毋通讲我会安尼袂，我食这会安怎袂，我会拄着什么病袂，毋通安尼想啦。就逐日甲快乐就对啦。这就是咱的人格嘛，因为有可能嘛是会发生，毋过你都未发生就先烦恼。这是今仔日咱在用这个经节我想伫个约书亚记内底这段经文嘛是真出名的经文之段，是咧讲加勒加勒的故事，加勒的故事。咱常常将约书亚甲加勒这两个人常常提起来做伙讲。一个是伫台面的，一个是人的正头，比种人头前的，一个是伫下面点点做的。这个起头，咱来想，加勒是安怎？是一个听候上帝时机的人。伊安怎安尼成全？伊安怎无急躁？伊安怎安安静静接受摩西的领导？接受约书亚的领导，伊照起讲上帝予伊的职分，伊徛伫伊的岗位45冬久。这毋是小看代志牧师咧算算讲，我从安尼毕业到现在服侍上帝共计嘛34冬啦，定我要服侍到45冬，佫袂使呢，因为我强制退休啦，所以我若是正式
伫咱长老教会服侍，等于我的年资无可能45年啊。啊，所以你就知影讲，家力伊做一件，咱看起来平常因为也无人注意啊，毋过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因为家力毋是一个无能力的人，家力毋是一个凊凊彩彩，伊是真真正正伫12个探子中间，真侪迄个互上帝去答应允准因入迦南地的关键，一个约书亚，一个家力。咱等下故事会来上重复。约书亚14章60到15节，咱今日经文就是记录家力得到希伯伦这个地区，也是讲这个城市作业的故事。啊，若看一般咱的查经家力得到这个希伯伦的故事，讲啊真精彩，一定会。毋过是安那，咱今日主题讲征服，安尼接受，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在看这段经节。伊为着要听候上帝真正的应允，足足听候45年。咱人复习这段经节，就是当时伊安怎看到这块地，介意这块地，迄就讲一见钟情就对啦。伊头一日看了，就心内拢定好啊。讲上帝，你若应允我，伫这个迦南地会当直接入迦南地，我爱要这个所在45冬无怨无悔，一往情深就对嘛是真有意思好来，咱读经节，伊就随知影民数记13章第1节安尼讲：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找人去偷看我所赐予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就对因祖公逐支派找一人，拢是伫因中间最首领的。这就是当时因还未入迦南还未入迦南地，还搁伫出旷野开始伫旷野，上帝就安尼甲因吩咐讲：恁先派侦探，像摩西派探子去耶利哥共款，恁先去看一下。而且派人拢是勇士中间的勇士呢，拢是领袖啊。你12支派一人派一个，安尼是安那爱公平嘛？大家看看的，嘛你大家支派拢有代表性，大家支派拢有你表达意见的自由，这是真公平。第6节咱跳来第6节，中间有讲到加勒，伊讲加勒是属犹大支派，亚芬尼的囝，就是讲伊犹大支派。这犹大支派，咱若搁刷就知影，进前嘛有讲到犹大支派就是后来出耶稣出大笔，这个支派，嘛是迄个基路这个支派，嘛是罗德这个支派。所以伫这12支派中间，犹大这个支派真特殊就对啦事实犹大毋是大囝，也毋过呢。伫迄个因历史的传统中间，犹大煞变做是大囝的时代代表。后来，佮跳过来民数记13章21节，讲因就去偷看迄个队因看这队探迄个侦探队12人对神的旷野到利合到入哈马的路口，就是讲因去探写的所在就对啦22节，因对南方上去。到希伯伦这个所在来希伯伦到这个所在足特别，讲遐有阿拉族的阿希曼、士苏、但麦，拢是个地名就对啦。特别讲一句这个城看偌久这个希伯伦城起造比埃及的索安城较早7年，所以是一个历史的名城是一个安尼真有来头的所在。莫怪家力目睭足来，随看到这个所在，人讲一往情深，看到这45当才得到。佮写讲这个出名的经节伫遮，因到以实国的山谷，对遐草葡萄树一枝，葡萄树一枝的什么意思？讲枝甲葡萄佮连做伙就对啦。哇！这个话语咱想无啥有讲顶面有一耙葡萄，两人用棍来耕伊，
讲光啊来光伊，就是讲一支迄个推啊就对啦吼，一支竹竿也是安怎？然后用这个葡萄来代表因对这个所在所观察的一个代表性的物件，用人工的葡萄，佮带一寡下流甲无花果，啊表示讲这个所在物产来代表这个地是水，是流年，是流米的地。啊，咱回顾过去历史，甲今仔日读的经文一个对照就对啦。啊，所以足侪兄弟读到这段经文，大声是讲啊，这葡萄是安怎生的，都要两个人来耕啦吼。后来我才知影讲啊，有影就对。咱有时咧看古玉，也是新玉的动物，也是迄实物，就是植物吼。唔通用咱家己台湾的所在的角度看，人无共款所在，有无共款的种类就对啦吼。啊，最近我才知影讲啊，原来吼。咱有会友摕迄个树葡萄啦，哈，树葡萄来互牧师，讲这叫做树葡，拢叫做树啊，葡萄就叫做树葡萄安尼。哇，咱的迄个进前咱送一寡迄个回收品吼，发送互迄个原住民的建山教会，吼，伊嘛跟一桶迄个树葡萄的迄个酵素吼，讲要互牧师保养安尼啦吼。啊，食牧师讲，伫咱门口都有安尼，伫咱门口停车场迄个伟哥停车场就会树葡萄，哇，生咧到地吼，啊，伊就黏伫树棵顶缘叫做树葡萄，啊，外口外形足成诶，就对。啊，所以上帝创造吼，迄物种是足多，吼，物种是足多，咱毋通用咱家己诶知识伫咧判断安尼。昨昏我咧看新闻听讲啊，伫无偌久以前啊，一种动物足出名，咱台湾无看到，叫树懒，吼，树懒就讲行路足慢啊，叮当足慢。伊讲哦，几啊万年前哦，迄个树懒是一只像鲸鱼遐大只，啊，所以你知影讲，迄物种的变化实在有够大啦。好，啊，因为即款的情形，互咱感觉讲真稀奇，啊嘛，互咱印象深深讲，是安那因要讲，即个迦南地是流年甲流米的地。才有写讲，因为以色列人对遐错一耙葡萄，迄所在才叫做以色国。以色国意思讲。葡萄的土地就对了，出产葡萄的所在。然后因偷看迄个第40日久才倒来，40日久，到巴兰的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以及以色列会众，意思讲任务完成啊，转来见领袖摩西啊，迄个代志决定伫遮。会后因甲全会各用迄所在的轨迹互因看，各甲因讲。阮到你所找阮去的所在，果然是流年甲蜜的地，这就是迄个所在轨迹。所以一耙葡萄咧见证一项事。咱遐日时话，咱拢知影讲有真多代志哦。咱若摕到一项，迄项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一项就会当见证啊。啊，这就是咱看重点就对啦。代志也要看重点就对。好，到底一耙葡萄用两人讲是甚物款？啊！我进前捌一遍讲，看到一张相片，讲啊，安尼有影就对。互咱会友看者就知影，讲原来吼，确实是有影，毋是古早咧讲汉古。啊，这个相片是安尼，一耙葡萄遐大耙，一个人啊无伊个大吼，啊一耙葡萄。啊，这张相片真简单吼，因为这咱平时无咧注意看到，啊人甲咱翕好啊，啊特别用人来比就对了。你看迄耙葡萄。毋免用人耕晓，真正爱两个人耕啊吼！啊，真正有人吼来做示范吼，啊，伫迄个一寡嘉年华会的时阵吼，啊，就真正耕葡萄互大家看，吼，耕葡萄互大家看。所以啊，历史话，咱无看到的，咱毋通讲无影，对无？咱无看到，毋通讲这世间无这个代志啦。这上帝神奇就是讲超过咱所求所想，啊，咱。伫生命中间，咱毋通家己下世甲讲啊，我的信心安尼尔，啊，我所得到就是安尼。吼，这是咱常常会发生的错误。所以讲是咱来追求，咱都爱灵修，咱都爱吸收知识。吼，毋是讲得到遐互你啊加偌趁偌侪钱，还是讲加偌侪名声，毋是啦，是互你的眼界，互你的思考。
吼，你对人生的整个的迄个系统，啊，你会当开阔起来。啊，这是我看到这个葡萄了啦感受。啊，不较早我嘛想讲葡萄，啊，生较偌济吼，啊，咱台湾啊，什么巨峰葡萄就手捏起来就好啊，一拍吼，啊，佮落啊包条的，迄若讲一箱就有影吼，啊，这真正是一拍。啊，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印证，吼，印证。好，啊，咱今日的主题来啊，伽利伫初探迦南的时阵，就对希伯伦三国情有独钟啦。伊毋是随随便便讲的哦。你若看这希伯伦的故事，希伯伦的背景，你就知影讲，人伽利目睭外来。讲伽利当日对上帝祈求这个所在应允，输了希伯伦。好，希伯伦伊的资料安尼写，讲伫耶路撒冷以南32公里，犹太的山地的顶面，伊海拔930公尺，930公尺偌悬呢？大概吼，咱去到阿里山的一半，还是阿里山要到遐吼？奋起湖毋知有较悬，我毋知影吼。大概安尼凉凉啊，山悬悬啊，毋过毋是介悬，伊比耶路撒冷搁较悬。耶路撒冷才300-400公尺那点。土地虽然无肥啦，也毋过啦，地理位置真好，地理位置真好，因为易守难攻，非常的安全。所以感觉伽利就开始想讲，那我要将做这个希伯伦城的城主，我要来经营这个城，我要让我的百姓伫遮安居乐业，吼，让伊开始迄拿图45年前就设好啊。啊，这就是希伯伦的地图。咱看正边是死海，对无？啊，顶关面是耶路撒冷，吼，耶路撒冷。啊，这个伯利恒嘛，伫耶路撒冷南边那点。啊，所以会使讲希伯伦就是较往南部，吼啊，伫迄个死海附近有一个马萨达，马萨达这个所在是现在以色列人的精神堡垒，吼，精神象征。若有机会你去这个以色列参观，你会去互人带去马萨达。啊，马萨达现在爱用坐迄个什么迄个缆车去顶悬，看当时的即以色列军队守伫遐，建到一兵一卒，吼，为着挺即个土地，建到一兵一卒，到最后全部自杀，无爱投降。啊，所以迄个马萨达真侪以色列人现在一个精神象征，会使讲迄个就是一个活活的忠烈祠就对啦。啊，所以以色列军队因若经过受训了后，要结婚的时阵，就来马萨达来宣誓，我一生吼一世，我要效忠伫我的以色列国家，吼，无疑心就对啦。我为着我的国家战死是公营的，啊，所以以色列人的战争吼，惊死人，迄界线吼，你10个人拍死一个，因为伊都毋惊死啊。伊讲为上帝来牺牲是足阳光的代志啊。啊，所以希伯伦就是共南部遮个较山地的部分。啊，现在这个都市真大哦，吼！你看，迄是一个山坡，看到无啥建筑的款啊，树啊嘛足少。但是吼，你看现在这个希伯伦城，遐侪人住伫遮，吼，现代希伯伦城。啊，你看这个城市悬悬啊，啊有山峦啊，吼，啊所以住伫遐啊嘛真清凉就对啦，吼。这是现代希伯伦城市。好。啊，伽利伫咧侦探迦南地，啊，看到真介意，伊可能想讲，吼，啊，加2-3栋，我就要来住呢，吼，啊，就若顺势吼，啊，埃及到即个迦南地都无偌久的时间嘛，吼，因已经去探啊，啊，表示讲伊行会到的所在啊，吼，啊，你若讲要征服、要战争。上无话加几档，阮就会当搬来到即个希伯伦我介意的所在。但是哦，世事多变，世事多变，一个拖45年，也毋过伽利，伊就是今仔日的主题：征服焦躁，沉稳坚定。伊家己真正屈的，伊知影讲即个大情势，毋是我一个改变的。但是我若照期工，照上帝当时甲我应允的。我就是一年搁一年等，我就毋惊，因为我知影上帝应允是绝对无落空的。上帝要互我的，绝对会得到。毋过人的波折，这毋是咱有料会到的。
约书亚14章12节，咱拄则读，加勒讲一句话，甲即个约书亚求讨讲：求你用耶和华迄日所讲的山地互我，因为迄日你也有听见，伫遐有阿拉族的人，伊的城扩大坚固。伊搁讲一遍，甲约书亚讲。好，加勒伫当日对上帝祈求的应允，到现在拢总一等45年。原因是安那？咱知影讲迄个代志，迄个来由啦。因为12个探子只敢若加勒甲约书亚有够野的信心，因为另外10个人讲惊破胆，讲吼即声吼果子好食是好食，看到遐个人大仙搁大汉吼，像迄 NBA 吼，哎呀，袂用拍就惊啦吼，就甲摩西讲吼，唔通啦，唔通去下遮个人安尼啦。你来看，有时我看到一段经文吼，真趣味哦。请问，12个探子，迄10个讲的是毋是事实？是事实啦，对毋对？伫人的角度，你若讲叫我要侦查，我就照事实讲啊。那确实就安尼啊，遮个人拢是巨人的后代啊，高强大汉啊，一个人抵5个啊，你要甲伊拍？但是这件事伫信用就有意思，伫人看做无可能的事。加勒甲约书亚看的是上帝应允，是知影。那上帝伊无随随便便答应，伊答应伊就替咱解决，这叫做信心的目睭、信心的判断、信心的决定。这10个探子是照事实判断，是照人的决定，是照人的想法，是照人的评估。不过因为这10个人根本无踏入到伫上帝迄个信仰的深处，就来破胆，所以上帝生气的。这10个探子嘛，伫遐受刑罚，而且以色列加漂流40年，这拢毋是加勒所家己有料会到的吼。但是加勒沉稳、坚定的信心，咱要学习到什么？这是咱今日的主题。这拢有你的生活，伫我，伫家己，咱逐个人拢会面临到的。有的是你家己的性格，有的是你面临到这个社会，你所处的工作形态，伫你的家庭，伫你的所有的生活的周边啦。咱今日身处伫一个竞争真激烈、真急躁不安的社会，急躁不安的社会，有真侪人吼爱去台北的西门町。也是台北迄个大都市人会客的所在。伫高雄我看到一个所在倒位呢，就是新ขุ港的所在。拢囡仔，拢少年人，特别像今仔这种假期，你注意看，当红灯、青灯一个点倒一阵像狗遐咧扫来扫去，扫来扫去，毋知要撞啥货撞，赶紧撞，毋知要创啥，反正伊都有一个任务伫心中就对了。安尼足紧急，足紧急。这个代志伫东京更较严重。还有一个无形的压力，讲你无较紧就袂使啦，你无做袂使啦。所以咱今日伫台湾这个社会，你毋免讲你家己安怎，这个社会就压你行就对啦，逼你行。颠倒是安尼，咱真侪人讲要急，想要成功，想要一暝就好业。所以咱台湾是诈骗行为足多，差不多大家人拢骗去啦，拢骗有对，无就打电话甲你骗。所以台湾叫做诈骗王国，毋是无原因的。因为当你人的心无定的时阵一个话来你就紧张啊啦，遐老梗你嘛是互骗去安尼。咱今仔日个社会，咱追求效率，逐项代志拢紧，这是咱的口头禅啦。较紧的啦，咱知影中国因咧做生意更较厉害，因咧迄大财团亲像这个马云这款安尼突然间无20档就变全世界好野人，伊拢讲一句话讲，现今的社会唯快不破，伊讲若紧
逐项拢解决，所以因都要推出什么支付宝啦，要推出什么款的迄个网购吼。咱台湾也咧研究人伊出来啊，人咧用迄个电子付钱，咱的国家也咧审查人伊做出来安尼吼。啊，毋过紧到底是毋是一定是好？迄无一定。有真侪代志，你要得到先机是无问题，但是你的心灵，你对人生的脚步，你无一定紧都会互你得到。所以真侪人长期处理急躁的这个环境，所以你的心理、你的生理拢出了毛病。我相信在座兄弟姊妹，你拢真坦白，牧师讲的绝对无毋对。咱真侪兄弟吼，去互医生检查，讲你也无毛病啊，你的指数拢足正常，但是你的病是安怎来？可能是你的烦恼、你的急躁、你的紧张、你的压力、你的责任，所以互你吼身躯这也无好，迄也无好。所以即马台湾吼，迄个身心科的医生吼。即马生意愈来愈好啊，因为大家人要找伊啊。但即个毋是干那靠医疗医药的解决的，是你要对你的心底、对头、对的根源去找到原因，然后靠信仰来突破，加上医药的帮助。咱伫即本册内底嘛，看到迄个急躁的故事，互咱感觉讲真不舍吼。讲一对翁仔某吼。毋知咧赶什么代志，去到高速公路的休息站，一个休困可能是去便所一个，急甲吼，较紧有代志，时间袂偌，赶紧上车，赶紧撸出来，出到，撸到一半讲，咱囝咧，咱囝咧无伫遮，车顶无伊个囡仔带出来，讲袂记甲带起来啊，怎搁留伫迄个休息站？但是问题来啊！你要我头袂挖一啊！你都爱落迄个交流道，搁洗啊，急甲好，搁愈冲愈紧。像咧到底，哇！伫高速公路边吼，有救护车伫遐咧换医啊。是安怎呢？即个爸母咧急，因囝嘛急啊！讲阮爸妈走去倒啊，我要约起来约车啊！毋知影讲高速公路根本就袂使人行啊！一个冲出来就互车弄着为着一个急躁失去一个囝，这是咱社会新闻顶也拄着。咱台湾较容易发生什么呢？有的妈妈吼，急要去超商买一个物件，载囡仔，车甲停落，停落讲囡仔伫内底，冷气继续开，就撞入去啊！出来讲，我车甲囡仔拢无看到啊，拢无看到若较好的是吼，车防偷摕去，囡仔甲等到路边安尼。有诶吼，毋知呢，迄贼吼，甲你诶车摊去哦，囡仔伫后壁咧困哦，哇，洗规洗洗讲原来后壁一个囡仔，迄连这贼嘛毋知影讲有囡仔伫后壁。咱人拢因为急，就发生无法度人挽救诶错误。所以急好哦，急有真侪代志你较做得较紧，但是十紧有时一摆疏忽就发生代志这是咱。伫生活感觉小代志，你会去误事；若大代志，甚至有生命危险。所以咱都爱对家庭得到这款的学习。我相信家庭伫伊的身份、伫伊的地位伊若要教，伊甲约书亚，我想是平起平坐的人。提早讲，等下这个先互我，我要来举。恁做恁拍，迄个所在我已经甲上帝讨了已经领牌啊。伊嘛会使安尼讲也毋过伊就是安稳，甲约书亚合作，甲整个迦南地拢拍落来，伊才开喙。哇，这实在无简单。即款的，特别是迄将军啊，你毋知影古代足侪的英雄故事大胜是足精彩的，到最后拢是安那，都是冤家就对啦大粒的甲二粒的袂合啦。咱知影讲。中国头一个用基督教的名义来战争的是什么故事？你毋知影？是叫做太平天国。初开始充满着理想，这领导者哇，为着要救国救民迄外拼的，
唔惊死。啊，即嘛一个哇，这对长江以南拢互因占了吼。啊，开始有人口水啦，有人伫遐讲闲话啦，有人讲吼，哎哟，你互骗着啦，啥货吼？到尾吼，遐4、5个王拢冤家，啊，互相猜疑，啊，到最后吼，啊，武啊倒了就对啦。啊，曾国藩因带队啊，带迄个湘军一个拍吼，啊，淮军一个拍，拢漂失了。迄阵咱台湾嘛派军队去斗拍，你敢知影？迄就是咱公仔拿，伫咱中部的迄林献堂的家族啊。迄阵清朝讲吼，恁这阵人较勇，派军队入去拍太平天国。啊，这是真趣味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家力伊我当沉稳，伊会当生活代志成功，我来得到我要得的，毋是我要先得到，剩下你的代志。啊，这拢是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咧服侍。大家人咧做同工吼，足重要的一个伦理咧。好，伫咱分析中讲，咱是安会接受有3大原因，就是讲咱的心灵上所拄到的3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啥？咱未来毋知，所以足想讲，我著讲眉大手头，我才会甘愿。我压伫我的手内，我才甘愿就对了。所以为着明仔载。接受要求，所以对上帝互你应允咯，是讲哎哟，上帝啊，你到底是什么要甲我答应啦？啊，上帝你还袂哦，你较无用，我家己来好啊，安尼。扫罗王因为接受，就差无迄个时阵，要战争进行啊献祭。扫罗讲，啊，我著做一国之主啊，上帝敢无甲我接受，啊，著家己献祭啊。祭司都还袂来，家己献祭啊！吼，安尼，感觉家己外交的，安尼我逐项嘛会。但是哦，越过上帝的规矩，严重到失去王位，你敢知？王位无去呢？啊，这是咱圣经内底真明显的一个例。第2项，你干那要想家己的想法、家己的计划，无咧考虑外在形势的变化，无咧考虑这个情形的演变。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你拢无要想，敢想讲我要啥，我一直我。所以无将你的目睭专注伫上帝，你就无法度领受上帝的命定甲应允。你一方面要甲上帝讨，啊一方面佫照家己的办法。啊，所以足侪人吼会失败，足侪人吼安尼感觉讲逐项代志拢袂顺遂，啊要靠赖上帝。上帝讲啊你都也无要听我的，我叫你对遮来，你讲毋免。迄步调你甲先滚啊步，啊，所以固执家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哇，这正上麻烦。伊忽略无法度人觉察迄个舒适甲劳动啊。所以人吼，若伤注意家己，啊无去看伊边啊吼，你家己顾有着，别项顾无着，啊，这常常是咱人上容易犯的毛病，因为这是出自人的一个本性，对无？吼，你家己先顾家己迄份啊，这是应该啊。啊，毋过你无想到其他的需要啊，所以常常一个团体要成功，你看爱有偌侪人牺牲。咱的教会咧办任何的活动，包括咱中昼的食中昼顿，这拢是爱有一群大家听主的人做伙互敬福起来呢。啊，若大家拢家己自私吼，家己要照家己的办法吼。足侪代志就拍线鼓啊，无度啊，做袂来。因为吼，你无通形成一个足好的气氛，你好我嘛好，啊你有得到我嘛有得到，啊大家拢有份。啊，这社会上现实是安尼，敢毋是？社会若分配无公平，对无？这社会久就动乱啊。古早迄个一个王朝咧换吼，拢是因为安尼发生的嘛。因为好嘢吼，伊愈有开力，积聚愈多。啊，送乡人伫路边无人顾，当然，农民就起革命啊嘛。啊，现代社会，你讲一个，虽然无什么王朝，无什么王朝，你这个政党啦，执政无好势，啊，我无通食，我就无爱投你的票啊嘛。啊，同款意思。所以最后枪是属灵的问题。你互撒旦引诱甲设计，你家己毋知。你掠做家己饲着，你掠做家己才是徛伫上帝这边。
事实是魔鬼甲你引诱啊，魔鬼甲你设计啊，魔鬼甲你暗砍你的目睭啊！啊，讲哇，你足紧张哦，啊，上帝要用你哦，啊，你就愈勇呢，愈拍拼呢，啊，不过愈做愈差。啊，不，你也想讲，现在足侪教会分裂是甚物原因啊？伊敢毋知影伊家己毋对，伊毋是毋知伊毋对，伊讲是我对。啊，牧师牧会30-40档啊，我感觉讲足可笑的一间教会啊，大家目的是为着要来得到福音啊，啊，所以来遮咧老气啦，啊，来遮咧冤家啦，来遮咧安尼茶壶里的风暴啦，啊，来遮咧安尼斤斤计较，啊，来遮咧搭来搭去啦，我啦安尼何必来教会咧，对毋对？来教会就是为着要承认我家己是一个有限的人，来教会是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啊，我需要上帝的光照嘛。啊，所以你做的代志，毋是讲啊做对做毋对，是你要通过做的代志，互上帝甲你修写嘛，敢毋是？互上帝甲你改变嘛。啊，然后你伫教会会当做好的工，会当甲人同工，我相信即个去社会嘛，做了足好嘛。你去社会人绝对欢迎你嘛。啊，这就是咱做伙伫即个基督的学校咧学习啊，咱做伙。伫上帝听的内面来修写家己的不足嘛，啊，人的办法无法度，圣神甲你光照嘛，这是咱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来教会的原因啦。最后讲用耐心来赢过这考验，听候的考验，听候毋是件好事咧。请问你来等公车，你来等啊，让高铁足准时啦吼，你来等人吼，你看你的心情安怎？无人讲等伫遐应声快乐啊，搁咧唱山歌啦，无啦，无人安尼啦，一定是讲安那会安尼，啊1分钟看做1点钟咧，感觉讲那会安尼啊未来，人咧等吼，拢无咧快乐的。好，10个在修路的代志，成功甲失败，在伫因有咧等无，对无？5个聪明的在修路，伊有耐心，好好准备，因为新郎带新娘毋知新娘要到。但是因着听候，油灯拢准备好，顺利来迎接新郎。有5个讲巧啦，伊感觉认为伊是巧，啊，圣经讲伊是戆啦。讲哎哟，啊，都新郎新娘来都一个啊吼，啊，你坐伫遐等咧无采时间啦，啊，来去遐佚佗一下啊，来去遐来去遐啉一下茶嘛，啊，你有待遇搁疏忽嘛，你无尊重你的积分嘛，啊，所以啊，到最后是。新郎人新娘带入去内底，门关起来，伫内底咧快乐咧庆祝。啊，剩的伊5个啊，到边仔咧爱惨维护啊，啊，伊讲巧到互人家摆脱去啊。因为听候的时阵，常常有无确定的因素伫妨碍咱。常常咱听候拢会带着苦恼甲急躁。啊，哪未来？啊，就开始想讲，啊是安怎？啊是开车去安怎？啊，骑车无细字吼，哇，想一大堆啦！你安尼嘛，敢毋是？所以听候的时间，事实是甲家己咧精进，对无？你甲家己咧精进，甚至为到啊，哎呀，算了，凊彩啊，卖啊啦，半途而废。因为你无法度人好，你袂当知影后壁要创啥，所以你常常因为安尼一件原来会成功的事，你就失败去啊，错失去啊。所以。用信用，迄看袂到的，你若无用信用，无人敢甲你保证。你来问牧师嘛讲，有影这对哦，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当上帝互你应允，你心内有平安，就亲像加勒祈祷45年。迄个听候忍耐，因为你有信用，你才这个理由你才有法度啦。用人的记忆，用人的判断，用人的经验，常常是无合格的。吼，所以确信上帝掌握咱的未来，上帝是掌握你未来。所以既然你若是专心祈祷交托，你就要确信伊会成啦。毋通讲上帝啊，有影无？所以历史上信心的英雄，拢是甘心听候即件成功的呢。大鼻龙吼，因为少年英雄出少年，吼啊拍到歌利亚了吼，啊扫落一个目睭看讲啊，即仙吼。啊，这我的危险呢？道贤啊，捌听过吼？道贤呐，啊道贤就开始
开始咧防御到最后吼，甲对山呢，因为扫罗吼有精神病就对啦，要杀大笔，大笔走，因为大笔知影讲，伊是上帝所高抹的，我有亏得通拍死伊无问题，但是我袂使安尼做。伊一直闪，到最后伊密入去伫即个阿大兰洞，密伫遐，就是伊家己迄个吞忍忍耐，伊要冲出去要甲伊输赢。上帝安怎做？毋知这故事咱有印象无？上帝派蜘蛛啦，蜘蛛来牵蜘蛛网，牵蜘蛛网。咱看起来讲啊，这个代志都这自然会发生的事啊。但是吼，扫罗王的军队看了讲，啊，这个所在哦，拢牵蜘蛛丝，啊，就是表示无人入来嘛，吼，无人会入来遮嘛，啊，所以就退兵啊，代表因安尼来得救。到最后，上帝选伊做王。摩西，伊嘛是为着要得到上帝的呼召，伊去到伫米甸的旷野，伫遐听候40年。约伯拄着患难，咧靠赖上帝。伊的朋友嘛伫遐甲苦劝，但是伊愿意听候。上帝赏赐的最后是加倍，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事呢。保罗伫监狱的中间，互人关的。伊嘛要甲上帝靠赖讲，上帝啊，我是咧做啥？我为着你做工，为着你传福音，拄着遮侪艰苦，即摆互关伫监狱，甚至要互判死刑呢？哎呀，伊若伫遐怨叹，伫迄个所在，安尼心情歹吼，伊就无法度写出名的狱中批信啦。腓立比书即款激励人的书信，拢伫监狱写的。所以基督徒得到什么功课呢？唔通为着无明确的事来急躁不安。你我当伫主的信仰伫灵修中间去安静听候无？若是对我的理解，我感觉讲有可能有强事，你安静听候。但是你另外一个思考，另外一个信仰的操练讲，若上帝到尾这项无互你，你会安怎？你是毋是甘心愿意讲是啦？主你若无应允？我嘛甘愿。你若有这款的心，你就袂有成败的苦恼。但是你得到的时，你有感恩。第二项，因为主耶稣互咱上帝国的新生命恩望。好，咱讲第一项，上帝会保证嘛，上帝会掌握咱的未来，所以我靠伊就对啊。头前的路我互伊带。第二，因为耶稣基督应允咱新生命。所以呢，我就是仰望伊，仰望伊。耶稣的时代，百姓拢在听候弥赛亚出现。伫耶路撒冷有一个老人叫做西面，伊一世人拢伫遐咧祈祷，咧听候弥赛亚降临。后来耶稣出世的时阵，圣神特别对西面来显现，讲你所期待、你所祈祷的，今仔日实现啦。迄功课实在是足歹修，对毋对？迄一世人呢，坚决信心呢，迄毋是一当两当呢，是完全的确信。所以基督徒发咱的功课是甚物？当咱咧听候感觉夜深不安的时阵，咱来常常默想咱的救赎的主耶稣，用祈祷，用操练忍耐功夫。因为你若无经过这款的操练，你无法通亲像大笔扫罗，无法通亲像加勒得到这么大的应允。最后，咱上帝应允将异象伫要成就。什么异象呢？上帝爱咱，主耶稣讲传福音到地极，耶稣交代咱这个大使命，从伊搁再临的之前，咱来吞忍，咱来听候，咱来继续实践这个大使命。伊讲：你要等我来，恁等我的时阵，恁就是爱拼命传福音，互万人拢得救，然后我的时间才到啊。啊，若安尼，咱一面咧等，啊，定来伫礼拜中祈祷讲主啊，你再来，我得救。啊，主讲啊，你就是去传福音，你无人
无带人信主是要叫我来，啊，咱一面听候，一面是爱勇敢出战去拯救灵魂。所以咱的泽荣执事特别为着咱的幸福小组咧祈祷，这是咱教会初开始学习的一个功课，是讲咱主动出击啦，咱主动要找人来加入咱的教会。啊，所以呢，咱的幸福小组现在进行到第4礼拜啊，搁剩4礼拜，啊，就要做一个第一阶段，啊，咱退祈祷，因为因心内嘛是咧有点仔不安，讲上帝啊，到尾啦，讲久要安怎？啊，阮办咧遐闹热，啊，到尾无人要决志啊吼。啊，毋过人即个幸福小组的即个总部甲咱讲吼，迄讲久就是你的成绩啦，讲久就是你后来成功的基础啦。因为你后续吼，你就会减少错误，后续你就会自信，讲啊，靠我的口才，靠我款的物件吼，啊，靠我的即阵人的能力，毋是啦。你才会晓靠上帝。啊，我遐拍拼，啊，无人答应，啊嘛是嘛，家己的失志嘛。啊，所以咱用这个幸福小组，想要操练咱每一个基督徒，成做上帝的精兵。啊，可能我搭的相片无出来，看到是咧，我搭可能伊有转过啊，吼，不要紧。等下啦，后一届啊，看卖相片有出来吼。咱的这个幸福小组。4礼拜后，第5月底，咱才会所邀请的才会无独有，准备要互因入来伫教会啊。啊，你若想讲，哎呀，我咧目睭金金甲恁看，边仔甲恁看，看恁咧变啥梦，那安尼绝对袂成功啊！真正会讲久啦。你即阵要开始为着因祈祷，讲上帝啊，即阵吼先锋吼，就像迄12个探子安尼吼，毋通剩2个有信心啦。12个拢爱决志、决心，讲真正会得到。啊，咱替因祈祷嘛，你伫后壁加油嘛。啊，要12个落去下骹战咧比赛，啊，你都下面甲开气水，啊，咧甲踢球，无可能啦。是咱现在爱祈祷、守望，讲上帝啊，这是咱新的一个时间，互幸福小组会当得到成果。然后咱用这个做基础，用这个做咱的一个啊，咱讲像一个。基本的这个理解，啊，然后扩展，互较侪人因为安尼来得到救。因为足侪人哦，较无真理，但是哦，伊都还袂够熟就对啦，感觉70分、60分都还袂称棍的，啊，咱加啊，临门一脚啊，互伊来得救。啊，这是咱幸福小组的目的。咱周报内底有报告吼，我本来有投这个影片，讲咱伫6月初4，后个月6月初4，咱要举办一个。福音主日啊！安尼，迄天要请咱遮的幸福小组，甲遮的朋友带入来，安尼是袂？假使咱若是讲，今仔日遮的人是咱的贵宾，你安怎做？是毋是你愿意讲啊？有影，即阵人吼，都像我初入来咱即个所在，咱好啊，甲伊保守，好啊，甲伊照顾，好啊，甲伊招呼，互真正会当看见咱即个教会迄个水。迄个好，体验咱的疼，咱的热情。讲好，那安尼我要参加恁的教会。啊，就是咱正人拢有功劳啊，正人拢有责任，互伊来成功啊。啊，所以来咱即个幸福，即个福音主日哦，那敢若1、20个，即个咱的即个无导友入来，安尼无彩啦。所以咱迄讲吼，抓扩大，就是除了因遮咧推动的遮 best。好，即系无导以外，请你即阵开始祈祷讲，那安尼吼，迄天要请一个真后报道的长老，叫做林进乐长老，伊要来讲伊的生命的故事。那安尼吼，我倒一个朋友，我去感觉招看嘛咧。啊，你茫想讲临时明仔载要开始啊，敲一个电话讲你要来无？安尼都无效啊。即阵啊开始祈祷，迄叫做属灵认养。属灵认养，你奉主的名宣讲，主啊，我准备要邀请即个朋友。主啊，你互伊心感动，会得到我热情的邀请，伊想要来，而且为着伊来宣告祈祷，圣神保护伊，互伊无受到这杂事搅扰，吼，无受到遐有诶无诶，因为咱要救人魔鬼嘛咧拖呢，甲你拖转去呢，啊，所以当你任用伊伫
伫即个月中间，上无办法甲伊见一两遍面，甲伊开讲、甲伊讲话、甲伊建立关系，然后讲，我吼招你食下午茶是真好，我要一个更较好的，你敢无爱哈？对我来教会，毋是更较好吗？吼，你爱有即个步骤啦，吼，有即个程序嘛，爱甲伊建立关系，互伊知影讲，我邀请是足有诚意的。然后即阵的人，后来就诚做咱，搁办一遍幸福小组，甲招就继续呼召啊！所以我毋茫讲吼，咱所有兄弟姊妹开始祈祷，你为着即个 base 的开始想，因为吼，你的确要有迄个未信者的朋友嘛，甲招看嘛咧。啊，咱透过福音主日吼，较无像牧师若真咧讲家力，互伊听无啊，吼，啊，咱咧讲迄个保罗啦。大鼻龙的故事伊听无啊，但是若一个生命的故事讲互听，伊听会着。啊，甲期待讲6月初3，福音主日，咱开始祈祷，招你的朋友，毋茫迄天吼，贵宾吼，哇，坐伫咱遮坐满满安尼。林肯总统，伊伫即个南北战争的时阵，为着这代志无用啊，足忝的。有一个人咧做见证讲，这林肯总统吼，伊伫伊的办公室有一本圣经，迄本圣经吼，哇，已经足久啊啦，足久啊内面吼，画甲安尼花里胡哨，毋过有一页吼，伊画足多，又足多，一直画，摕一则经节，讲着静静伫耶和华的面前，宽心听候伊。因为当时林肯面临着南北战争。北边是国家的国民呢，南部的百姓嘛是基督徒，北部的百姓嘛是基督徒，大家相拍咧战争。但这个林肯知影讲，我毋是用我的角度要战争啦，我要靠上帝。所以这个经节诚做伊祈祷，逐摆咧做决定的时阵讲，我都要静静伫耶和华面前。静静毋是无代志做。静静是咧操练你的耐心、你的智慧，直到机会再来。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阮伫人生的中间检测阮的个性，也是阮对侪侪的代志无把握。阮常常伫急躁的中间失去真侪机会，伫急躁的中间去误着大事。有时伫急躁的中间，所互阮所参与的团体拄着伤害。爸上帝啊，阮对家力迄款坚忍听候45年，上帝予伊上美好的成果的时，阮实在知影，阮有时作为吞忍的功夫，还佫差诚济。阮需要伫你面前认罪来悔改，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因为对你的专业的信靠，阮的心就平安，阮的心就无看路。因为既然上帝要为着阮负责。阮有甚物通家己伫遐急躁不安呢？主啊，求你赏赐阮即款上介好的人格品格，互阮伫一生的中间，因为阮欢喜交托，欢喜仰望，欢喜互主来引带，阮就享受到迄个美好上帝上水的应允。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吟首诗来做回应，然后咱来做一个代祷。以后咱来做奉献甲报告。耶稣做咱牧者，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咱坐咧吟。